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所以我们很感谢今天有许多的爸爸们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当爸爸的各位来举举手一下，挥挥手一下好不好？当爸爸的各位，我们也给这些举手的爸爸们，给他们一个掌声，来鼓励他们一下，也感谢他们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其实我们今天服侍的敬拜团也都是爸爸们，也不管是我们的歌手敬拜团，还有我们乐团乐手们也都是当爸爸，好不好？也给我们一个掌声好吗？哈利路亚！最重要的是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那天上的父亲常常的眷顾我们，爱着我们，好不好？我们也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也拍手来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好不好？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敬拜他，好不好？我们从桌上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跟旁边的人跟他我们不一定要握手，我们就跟他说天父爸爸是爱你的，天父爸爸是爱你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一起来拍手来赞美，一起来。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先一起来赞美我们的天父，阿们，哈利路亚，一起来唱。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做我荆棘，必全然的。从头再一遍来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的。一起举起手来，我们一起来对他来说：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起来拍手来赞美神。是的，我们要来宣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再一次来唱，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的。好不好？再从头来一次，更大声的宣告，他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是的，主，我们赞美你。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高举我们的手来，一起来说：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更多来宣告，主你是。耶
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还说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是的，我们宣告，他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好不好？拍手将荣耀归给他，赞美他。谢谢主，你爱我们，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一起来拍手来赞美他。今天早上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肢体动作，来赞美那爱我们的天父。阿们。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穿的服装吗？因为身为爸爸的我们要有好的体力，才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小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肢体的动作，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再来一次哦，大家一起来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赞美。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7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从头再一次。我的心，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7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纯净试炼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哀歌，你为我裁决不平，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大家跟着我一起拍手。让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心。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7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再次说我的心。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7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纯净试炼使我遇见主，
每一次，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吞进试炼，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凯歌。你为我差遣步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每一次，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试炼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凯歌。你为我差遣步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你为我差遣，你为我差遣步兵，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我要永永远远。你为我差遣仇敌，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要用更多全人全心的来爱你，来敬拜你。好吧，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更多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领受那天父的爱，更多来充满我们。主，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愿你这个时刻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被你来充满。哈利路亚。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伤感，因你使我心肠得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胜利，使我心更勇敢。手来对主来说，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或许这首歌
是你心里面对上帝的呼求，或许这是你的心声。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诗歌对神来唱，倾心吐意的来唱，将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一起来唱这首歌。我虽面对苦难，却不伤胆，因你使我心常得享平安。我虽遭遇患难，却不绝望，因你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虽经历试炼，仍有盼望。你对我的应许给我力量。我虽面对挑战，心仍坚强。因你赐下胜利，使我心更勇敢。我们的心渴慕你，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再一次对主来唱出我们的心渴慕你，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让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虽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是的，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在前面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神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里面。主，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好不好？举起手来，对主说：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信心的盼望。我要定睛仰望，仰望你荣光。我心渴慕你，单单对主来唱，将我们的心交给他。说主是的，我靠近。你的生命这个时刻要来充满我们，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
坚固。我心依靠你，复活救主，最软弱无力，神灵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以利亚在加密山战胜了400多个先知，但是他的心仍然软弱。当他知道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不断的逃跑，他只是跑到脱离，他跑到全身无力，倒在路边，他跟神求死说：“取我性命算了。”但是神没有因着他的软弱而责骂他，反倒不断的供给他生命所需。即使他在洞里真实的遇见上帝，有大风有大火，圣经说都不在其中。在这些神迹过后，有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鼓励他，帮助他。希西家王在生病极重要过世的时候，以赛亚奉命对希西家王说：“你的日子差不多到了。”希西家王转过去，对着墙壁哭泣，跟神祷告，神延长他的日子。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太过于坚强，太过依靠自己。弟兄姐妹，好像我们打上一场战之后，我们好像就不再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是一个不断征战的过程。我们唯一征战得胜的器具跟态度，就是我们知道如何去倚靠万军之耶和华，并且借着祷告战胜我们生命当中各式各样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真实的能够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神刻意喜欢吸引我们回到他的身边。依靠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坐在椅子上面，全然的放手，这个叫依靠。我不晓得你们依靠上帝有几分？你们是觉得上帝不太可靠，所以用半蹲的姿势，还是你们觉得上帝不太可靠，所以有时候站，有时候坐？依靠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全然的将身体的重量靠在上帝的身上。我这时候邀请你们为自己来做一个祷告。我说：主，我不要再靠我自己，软化我的心，帮助我医治我的心。过去我曾经在信仰当中可能有软弱跌倒，过去我曾经在教会当中软弱跌倒，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出于神，神永远是好的。在教会当中，我要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帮助我定睛在你的荣美辉煌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依靠他，我们专注在上帝的身上，不要看人不断数算人的错误跟失误，以至于我们失去神的救恩。但是神要再次提醒我们说：孩子，专注看我，我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这要呼求你，主恳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定睛在你面前。话亲自来吸我们，主要我们快跑神学的意志，我们要如那渴慕溪水，我们要像那树栽种在溪水旁，我们要时时刻刻支取你的恩惠是丰富。主求你帮助我们，要隐蔽在你的隐秘处当中，主让我们得着你的喜悦，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依靠。主啊，你是那万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单单的依靠你。主求你挪去我们的老我，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定睛仰望在主的手中。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敞开。主求你来吸引我们。我心渴慕你，生命救主，吸引我靠近，引导我脚步，将我隐藏在你隐秘处。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固，我要依靠，我心依靠你。
帮助，不管前方会有多困苦，你的爱引领我道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像歌利亚一样高大的巨人，万军都震惊赞叹他的身高跟他的强壮，他不断的辱骂，不断的去打击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要如同大卫一样站立在他的面前，他战胜我们不过是靠着刀剑，靠着身材的优势，但是我们战胜他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能够，当我们学习倚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得胜的时刻。当我们学习等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什么时候带领我们能够胜过生命当中的苦难。神用慈神爱所吸引我们，这是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不论你受过什么伤，不论你遭受什么样的挫折，不论你过去的生命被贴了什么标签，这时候神要医治你，释放你，恢复上帝儿子的身份。求主来医治，帮助今天晚上，在今天的礼拜当中，圣灵运行触摸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在今天能够重新恢复上帝孩子荣耀的身份，医治、平安、释放、丰盛、奇妙的恩典，充满在会堂当中，充满在会堂当中，充满在所有受伤人当中。求你再次动工在所有的孩子生命当中。这是荣耀的时刻，医治的时刻，丰盛的时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神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我们要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听神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要再一次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着满足。主，谢谢你。主，我们看见当今，主啊，因着疫情，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见我们人的罪，主啊，因着这样的罪，神啊，你透过疫情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要更依靠你，让我们知道最强的国家连美国都无一幸免。主啊，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唯有依靠耶和华，我们才能得胜。主，谢谢你，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台湾依然在平安的当中。主啊，也恳求你圣灵帮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活出罪。主，谢谢你，让他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在这样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也要感谢你。主，谢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每一位父亲。主啊，又赐给他独特的个性跟各样的才能，让每一个爸爸都能够来代替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供应每一个孩子的需要，然后教育教导我们，来陪伴我们成长。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好父亲，就如同神你一样。主啊，也愿你来祝福每一位爸爸，让他们一生都能够在神你的面前能够蒙恩，让他们能够走在神你美好的旨意上，让他们能够得着神你属天的智慧，让他们知道如何教养孩子，如何带领孩子走在神你正确的生命道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特别请你来祝福每一位父亲，赐给他们极大的恩典，用你的宝血膏抹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最独特的爸爸，让他们能够在孩子的面前，他们要像山一样的大。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着你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唯有依靠你。主啊，此刻我们要安静的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听神你的话语。愿神你祝福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所听见的都能够得着帮助。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来报告消息。本会的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为2020年父亲节主日。本会谨祝全体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今年因为疫情，所以我们比照母亲节为赠送礼物。我们祝愿上帝来赐福在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幸福美满。第二项，本会定于8月13星期四下午8点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第三项，长执会公告：2020年幼光幼儿园董事会1/3董事改选结果如下：我们审阅称呼刘志成、黄家斌、邓维仁。敬请兄姐继续为幼光幼儿园全体的董事及员务蒸蒸日上来代祷。第四项小会的公告，为了配合政府防疫规定，自本主日起聚会时，呼吁大家务必要佩戴口罩，口罩请大家自备，也要量体温、酒精喷手，也愿主保守我们一切平安顺利。第五项，本会定于8月22日星期六上午9点到12点要举办教会发展分享会，地点是在主堂，对象是全体的长职、小组长以及机构的干部，无法参加者必须要请假。为统计用餐人数，请于8月18日星期二之前向办公室来报名。第六项，本会定于8月24日到26日，礼拜一到礼拜三，每晚7点半到9点半，要举办先知性苏醒浇灌特会，讲员是大卫马文博士，地点在静脉中心，欢迎兄姐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当周周三的祷告会合并在这个聚会当中。第七项，本会为了帮助兄姐培养灵修的习惯以及拥有整全的教会观，特定于9月1号到12日，每天早上5点半到6点半要举办讨神喜悦的教会，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记载的12栏属天宝藏早祷会。讨神喜悦的教会这一本书170元，可以向办公室来登记购买，敬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参加。第八项，9月18日星期五晚上6点半到9点半，以及9月19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到晚上9点半，在静脉中心举办全人更新营会，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门徒学校上期的学员是必修。费用是500元，敬请于9月6日之前向办公室来报名。第九项，高雄中会定于9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点到12点要举办高雄中会90周年联合感恩礼拜，地点是在高雄展览馆，要坐游览车前往。费用是50元，是包含纪念品跟餐盒。当天本会主日第一场礼拜我们照常举行。教会的第2场以及第3场礼拜暂停，欢迎大家去参加，也欢迎兄姐在8月30日之前务必要向办公室来报名。接下来报告肢体消息，
第一项互助社的消息，第一小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要在地下室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2小项社员消费性低利率贷款有15万，利息是年利率 3.6%， 月息是3厘，即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第3项社员在军工教警有贷款30万，利率是3.6%，年利率是3.6%，自即日起到11月30日截止，欢迎向互助社来洽询办理。第2项学青牧区的报告，第1小项2020增样少年暑期营会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日期是在8月24到27日，也就星期1到星期4，每晚的6点到9点半，5点半开始报到，地点是在副堂。费用是每一个学员500元，如果你已经有参加过，第2次参加只要200元。欢迎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加，可以扫描右方的我们周报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报名。第2小项9月5日星期六极光音乐布道会跟敬拜学校的课程有主领班、爵士鼓、木吉他、电吉他、贝斯、儿童敬拜学校。时间是布道会下午3点到4点半，敬拜学校是4点半到5点半，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接下来教界消息，我们请潘牧师。高雄中会教社部定于8月24号到26号，有一个生态之旅，地点在台东，费用是4人房2人3间，3人房3间3。欢迎兄姐来向办公室来报名参加。以上报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好吗？感谢主，赞美主。在这疫情的期间，我们都还能够来敬拜上帝，真的是神对台湾特别的一个恩典的同在哈。那么让我们虽然超前部署，但是呢我们也祈求这个世界呢能够在神的掌管之下。不但是疫苗的研发，我们也真的深盼神能够将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呢，能够让它止住哈，让全世界的这个人类呢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交通来往。那我们当然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我们都有配上这个口罩哈，那也有好处啦哈据说呢，这个在台北市也有几家耳鼻喉科关起来了哈。耳鼻喉科关起来，我们很难想象说为什么耳鼻喉科能够被关起来。他说，因为第一个开的太多了，第二个呢，因为这段疫情期间呢，大家都戴口罩，所以感冒减少了，喉咙痛减少了哈，所以呢，也有诊所是关掉的。那我们不是在庆幸这件事，而是呢，在我们戴口罩过程的当中，我们保护自己，也能够保护别人。感谢赞美主。那么我就想，今天是我们的父亲节主日，好不好？我们在座所有的父亲你结婚了就算了啦结婚就算。我们所有的父亲，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好吗？父亲们、爸爸们，请你们站立好吗？请你们站立，我们来拍手，祝他们，祝我们父亲节快乐！掌声大声一点。好，等一下，还没有坐下哈。虽然呢，我们没有赠送礼物哈，但是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户口普查。你只有生1个的坐下来，生2个的坐下来，生3个的坐下来。生3个哇没有超过3个的没有超过3个哈。无论1个，无论2个，无论3个，他们身上扛的责任是都不一样的。就如同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希望天下所有的爸爸们能够展现你父爱的这个一面这个有一句话说，要在家愈来愈行事，不是当初愈来愈行事绅士跟行事不一样，行事呢就代表警察，那绅士呢英文呢叫做 gentleman 就是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绅士的这个风度。好，我们这次呢用拍手来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接下来我要介绍今天从台中来访亲他是慕道友，但是他今天呢
也在我们的当中来聚会。我们欢迎郑佩萱姐妹，郑佩萱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拍手欢迎她，拍手欢迎她。好，我们要唱欢迎歌来欢迎她，好吗？我们唱欢迎歌，欢迎你，耶、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来一次欢迎，我情感欢迎，一次永远有场教会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请坐哈。郑姐妹非常的棒虽然她住在台中，她还是一个慕道友，但是她说今天是主日，她要找教会来聚会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她会后，欢迎有姐妹去跟她做交通联谊。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哈，我们来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不能够握手，但我们可以用亲切的笑容彼此相爱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前后请安问候。我们在疫情的期间，虽然我们不能够握手，我们也不能够拥抱，但是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宝贝。我们请台上婴儿式的，我们也挥挥手，耶！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我们拍手大声来，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耶！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请这边向右转，请这边向左转。彼此的看一下，挥挥手，跟他我们一起来唱。爱是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临到在我们的里面。大家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攻读诗篇103篇，从第8节到第13节，在白话字681页，在台语汉字本656页，和合本732页，诗篇103篇。我们从第8节读到第13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赞美，我们请教会圣歌队。我爱的你。
多谢教会圣歌队那天使和乐的声。这是讲到咱要请潘牧师，讲道，请潘牧师，他要讲的题目是爱互相。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做一下调查，昨天晚上有去学青牧区父亲节庆祝晚会的爸爸或家人们，请举手一下好吗？还蛮不少的，谢谢手放下。所以昨天晚上那一篇现在不能用了。我们的钟胜执事他有跟我讲说，因为今天都是爸爸，所以因为要运动风。那牧师有没有篮球服？有，我有篮球服。那我就很认真带来，师母展示一下我的篮球服。那个说太小件的，先自己去罚站。莹莹祖先把我卡掉，就剪哦。蔡部长有听到吗？对。我如果穿这个，可能全程要打马赛克，因为很像灌烟前赶快。我就顾不练啦，所以我穿那个就会很紧绷，你知道吗？结果他们跟我说，不是我们穿篮球服，就认真带篮球服就他们全部是打棒球的棒球队。你们评评理，隆中哥你起立，请问这是篮球服还是棒球服？棒球服啊！哦，谢谢。对啊，就钟声说，我都穿这样打篮球，也是可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多样性的这样子的聚会。那年轻人他们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他们也很认真的为孩子为这个我们叫 Big Day 我们的父亲节很认真在准备布置排练节目，各式各样他们都很用心。那我为了跟师母为了去犒赏他们，所以呢晚上我们去看他们去探访，去陪着他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说有些孩子师母说饿不饿啊？有些孩子很饿，他又在那边做布置，在那边做美劳。那我就跟师母去买咸酥鸡，很大包的咸酥鸡，然后很大包的咸酥鸡就送去给孩子吃，孩子们当然是吃很快乐。就我们一走出敬拜中心的时候，我就跟师母糟糕，我口袋里面还有钱，我们刚刚忘记付钱，差点被警察抓走，你知道吗？很大方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要，就看我的身材就知道，说我给孩子吃绝对不会小气，对不对？对，我不会小气啊，对不对？不是都我自己吃。就我回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快要哭了，就说还好你有回来，还好你有想起来。我说我怎么可能为了这小小的钱
放弃一家好吃的咸酥鸡摊了，对不对？哦，这样子太不划算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上帝他常常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怜悯来吸引我们靠近。如果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上帝，你敢回到他的身边吗？不敢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经文清楚的讲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你常常问爸爸说：“爸，我想要问你什么？”问你妈，爸爸，我想要，不要那么啰嗦，你功课写了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敢亲近你的父亲吗？绝对是不敢的，对不对？绝对是不敢。因为不了解他，不知道他，因为这个不轻易发怒，然后呢，他说什么呢？说他不长久之辈，也不永远发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有经文，然后帮我放一下，谢谢。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读这个经文不简单啊！他这上帝，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父亲的样式。所以在我们的祷告文里面，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文说你要亲近上帝。最重要的主祷文里面，他清楚讲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对，我们在天上的。那都没人唱完呢。哇，谢谢你好。我们在天上的。不用看着我说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年纪还没有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远，父子的关系应该要拉得很近才对。父子的关系要拉得很近，所以他为了要拥抱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们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不会用长久之辈，也不永远怀怒。意思是清楚的讲说，虽然你们做错事，虽然你们跌倒，这是没有关系。我虽然会生气，但是我会永远生气；我虽然会责备，但是我会永远责备；我虽然会不开心，但是我不会不开心那么久。11节他清楚讲什么呢？他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13节说什么？父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这样怜悯敬畏他的人。他用他的爱不断的去吸引他的百姓来到他的面前，他用他的爱跟怜悯不断的去吸引他的百姓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爱互相。其实爱的行动它本来就是一个互相的行动，爱的行动它本来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我有个朋友非常非常的富有，那他也很乐意请客分享。可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非常的节俭，不愿意付出。就他们两个呢，在同一个地方上班，这个比较慷慨的朋友就会每天开车带他上下班，请他吃饭，请他吃中餐，买东西给他。可是久了之后，发现说，这个比较富有、热爱分享的朋友，他开始不想要这个买东西给这个比较吝啬的朋友。我说你怎么啦？他就说。我请他10次，当然也会想说人家请我，回请我1次。我请他载他1次，载他10次，当然也会希望他能够载我1次。就有一次我就说我眼睛不舒服，可不可以请你开车？他说哈，这样我要花油钱呢。哇，那我前面开10次，载你10次都不算数嘛。所以爱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互相的关系。一个互相的行动，一个互相的一个态度，能够去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来着想。当上帝他主动伸出双手说：“我就是一个怜悯上帝”的时候，孩子应当要快快的急转来回应他，说：“父，我也爱你。”我们没有办法跟神靠近，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靠近，是因为我们害怕他。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靠近，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神的爱，因此我们离他很远，我们充满惊慌，充满不知道神的爱到底能不能包容我的这样的过犯，所以我们离他很远。有一次这个小的
这个蛇小的这个青竹丝啊，他问他爸爸说：“爸爸，怎么了孩子？我们是不是毒蛇啊？”他说：“我们当然是啊。”结果他说：“那怎么办？我刚刚自己咬到舌头了，我被毒发身亡。”今天为了父亲节，所以我有准备很多冷笑话。如果说你觉得不舒服，把外套穿上，因为会很冷哦。因为是腹式笑话，我爸爸常常讲那腹式笑话就很尴尬，不知道怎么笑的那种笑话。举例来说，你有这样经验吗？可能要问孩子你就知道，爸爸讲笑话你就觉得不好笑又很尴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常常有呢，因为我师母说我讲笑话都不好笑。我爸爸是煮爱餐的，爸爸煮爱餐，然后他每次只要是有人进到厨房里面去，他们几个就会在那边讲：“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的，感谢主。”他们就讲双关语，听得懂吗？感谢煮饭的那个人啊，感谢主啦，感谢煮饭的啦，感谢主啊，他就讲双关语。然后只要是有落地吧，我那个笑话我已经听20年，你知道吗？落地吧，哎。煮得好烂啊，煮得好烂啊！感谢煮的，然后他们就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只要回去帮我爸爸煮爱餐，我都要帮忙切菜。奇怪，为什么这个笑话可以讲20年？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好笑这样子？所以呢，如果等一下我们的讲道有很多冷笑话，你心脏承受不住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说，我们家里有4个孩子，我们小时候很会吵架，甚至打架。那我的妈妈她常常就会生气啊，只要是我们吵架打架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出你波多啦哦，家里没有大人，是不是？”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是没有家教，是长辈还在，你怎么敢在我的面前吵架，甚至打架这样子？然后呢，她就是教导我们，她每次都讲说爱火熊要互相啊。以前我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我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原来互相这件事就是能够替对方来着想，能够替对方来着想。我小时候，我妈妈不准我在外面跟人家吵架，因为没有爸爸的孩子等于是没有人照顾。小时候我住在菜市场里面，菜市场的成员非常的这个龙蛇杂混，所以呢，这个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在菜市场当中。我妈妈不喜欢我在外面跟她吵架，可是我又非常的顽皮，我在社区当中呢，常常跟人家吵架。甚至打架。有一次，这个我跟其他的小朋友吵架，打架之后，他的家长追来到我们家，他追来到我们家，我也不怕嘛，反正我们家人常没有大人在家，他就指着我的脸了，他就把我拉到外面去，说：“我今天也没有要打你，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很欠人家教训。”我听了这句话，原本很顽皮的我，好像被赏了一巴掌一样，整个脸通红。然后呢，转身跑回家，把门关上，然后就开始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会那么伤我的心啊，因为它不是只有侮辱到我这个人，更侮辱到我这个全家啊。后来呢，我就偷偷的把门打开一点点，我不敢跟他正面对抗。我说我妈妈有教我要有礼貌，我就把门关起来了。你不能侮辱我的家人啊！可是呢，后来呢，我就慢慢的，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这句话会让我那么难过，会让我好像比打了一巴掌一样，还要更伤我的心。小时候我不能了解为什么别人有爸爸而我没有。我的爸爸因为对婚姻不忠，所以离家出走，到我20几岁才回来。那段时间我没有办法跟我的爸爸说话，我甚至没有办法跟他相处。我们常常在家里一起吃饭，可是没有办法对话，他开口就是问我说有没有钱，跟我要钱。我爸爸很清楚，他知道我收入多少，他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存到10万块，所以他每次开口说有没有钱，然后每次拿10万。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这日子都没有办法，我在外面欠人家钱，如果再不还，我就会比较斩断手脚筋。那你要不要给？给啊。然后呢，他在外面赌博输了，有没有钱？干嘛？我赌博输了，如果再不还钱，我被人家押到山上去埋掉。
会不会生气？会。会不会难过？会。然后呢，还是把钱给他，还是不开心。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直被情绪勒索？你知道这叫情绪勒索，知道吗？如果你不在乎他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他到底外面欠多少钱，或者他的结局如何。所以我想讲的是说那句话说，你不要说谎骗人呐、你骗的永远只有骗到相信你的人了，不相信你的人，就算你讲实话，他也不会相信你。所以在乎你的人，就算说谎，他还是会在乎你。但是有一天我感觉到我非常的委屈，是因为我好像不是他的儿子，我是一个提款机。我勇敢对我爸爸说：“你没有养过我，你凭什么跟我拿钱？”我爸爸就说：“我没有养过你。”我说：“对，你没有养过我。”他手拿起来，举起来，要赏我巴掌。我说：“对，你没有养过我，你怀疑什么呢？”瞬间他的心软化，他的这个巴掌是落在他自己的脸上。我真的过去做错事情了。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我要一直拿钱给他，我才发现说，原来心里再刚硬的人，再怎么冷漠的人，他都需要爸爸的爱。再怎么心里再怎么刚硬的人，再怎么冷漠的人，他都需要父亲的爱。因为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你不管再怎么样刚硬的人，再怎么冷漠的人，你都需要福音，都需要天父的爱来满足你心中的空虚。我们需要天父的爱。人的爱有缺点，可是上帝的爱无限，能够去补足人的缺点。所以我们可以称呼阿爸父上帝，他也很喜欢亲近我们，他喜欢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空虚。小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我爸爸会怎么样？如果我爸爸不在家会怎么样？我不敢问，不敢讲。然后一直到我成长的时候，我发现说，我没有办法跟比较长辈的这样的男人说话，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啊。我家里都是姐姐，都是妈妈，都是阿姨啊。我没有办法跟这样，只要是跟权威性的人或者是比较长辈说话，我就会不自在、不舒服。可是认识天父之后，我的心被满足啊，被医治、被释放。人的爱有缺点，可是上帝的爱没有缺点。他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落跟空虚，他补足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这样子的遗憾。家庭不完整绝对会影响孩子的行为。美国为了研究幸福人生的关键，哈佛大学从1938年开始，长达75年追踪724位成人及其子孙，最后结果指出，幸福人生的关键在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团队发现，被研究这些人当中，拥有幸福快乐也保持身体健康的人，就是那一些与家人、朋友拥有亲密关系的人。良好的关系带给身在其中的人幸福跟快乐。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常常破裂，或者家人关系常常破裂的，会让你的身心灵陷入痛苦的深渊当中。地上父亲的爱是有限的，可是天上父亲的爱是无限，他能够补足我们生命当中的缺憾。唯有天父的爱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跟幸福。成为牧师之后，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当一个父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不只是家庭里面的经济支柱，他更是孩子们的信仰的领导，跟一个家庭里的氛围的一个塑造者。你想想，如果爸爸回到家，你们都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爸爸其实应该要好好的检讨自己。他如果没有办法去散发出一个爱的样式来，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会离他非常的远。牧师没那么容易，我知道不容易。你在外面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知道你的身心灵都很疲劳。我不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有些从事比较劳力的工作，有些从事业务的工作，有些从事管理的工作，我知道这非常的累。
对，当你回家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我这么辛苦，我回到家里乱七八糟，或者是怎么样，你会把外面负面情绪带回来家里面的时候，你渐渐的会使家人离开你。我知道你会有很多的压力跟不舒服，但是我要劝所有的弟兄们，不要去吝啬展现你的爱，请你能够在外面去收拾你的情绪之后，再回到家庭当中。我们知道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可是想得到却做不到。我们很容易讲，可是去要做是非常非常困难。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住越近越容易吵架，你们知道吗？有吗？有吗？有没有这回事？住越近越容易吵架。第二个真理是住越近越容易迟到，对不对？最早到，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真理吗？住越近越容易吵架，住越远近越容易迟到啊，对不对？不信你去问那个小学老师，住教会、住学校隔壁都很容易迟到哈，都再睡5分钟就好。住越近就越容易有纷争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因为神学院的学生人数少，所以男生可以一人住一间，都非常快乐。我们的这个房间都非常大间，因为它原本就设计是2人房啊。可是因为学生人数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人住一间。那我刚入学的时候，跟一个学长非常非常要好，我常常在他的房间跟他聊天聊到天亮。那后来呢，我就觉得说，我们2个就觉得说，哎，既然我们2个那么爱聊天，那么喜欢在一起，那我们就签同一间宿舍，我们来同居好了。哎，不是，我们住同一个房间，哎，不是，我们住同一个宿舍，就是上下的那个。好了，我相信你们理解了哈。OK。所以呢，后来呢，我们住在一起之后，发现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啊。后来呢，我们1学期过后，我们就去签分房没有，不是，我们就去签着对不起，我要搬出去外面住，搬出另外一个房间住。哇，你生活在一起，这个冲突非常多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在写报告，他在睡觉；我在睡觉，他在写报告。我做什么事情，因为上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呢，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时候，冲突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就知道说，住得越近，冲突越多。我就知道说，住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都知道要彼此相爱。可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饶恕跟包容啊。我觉得天父非常非常的有勇气，因为他说他是从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上帝与我们怎么样？同在。这同在不是1秒2秒，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保惠师，所以他居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连你暗中所做那不合神喜悦的事情，他知不知道？知道。可是他选择什么？原谅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所以他原谅你、赦免你，而且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你再来回到他的身边。所以神的爱不是要把人推走。不是要处罚神，我们的神不是处罚这个虐待狂，你做错事他就要虐待你，他要帮助你重新回到他面前，重新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他用不变的慈爱对待我们，阿们吗？但是我们都忘记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的爱，所以我们常常会数算自己不好的事情，数算别人不好的事情，数算一切不好的事情，然后用这个东西来控告自己离神很远。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说：“神不好，神如果爱我，为什么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神如果爱我，为什么教会会这个样子？神如果不好，为什么我的家庭会这个样子？”神不是不好，而是他要让你转移你的眼光，你的 focus 要重新对焦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对焦在自己的软弱受伤的身上，了解吗？所以上帝对井边妇人说话是个非常美好的焦点的转移。井边妇人中午她去提水，因为她很多人在后面对她指指点点。她中午去提水是因为她要避开人群，可是中午去提水是徒劳无功。为什么？天气热得要命，她提水回去渴得要死，又不是只有她自己喝，很多人会喝，她自己能喝到只有一点点而已。他又要等到隔天中午再去提水，他常常感到渴。那个渴并不是只有身体的渴，那个是心里的渴，被剥削、被指责、被谩骂的渴。她有5个丈夫，这5个丈夫都不是她的丈夫。以前按照旧约律法，男人只要不开心就可以休妻，煮饭不好吃休，头发太乱休，我爱上外面有小三休。
所以她也不愿意有5个老公啊。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啊，可是她不愿意有5个老公，可是自主权不在她的身上。直到她遇见耶稣之后，耶稣温柔的对她说话：“喝了这个水不会再渴。”意思是我用我的水啊，用我的生命啊，用我对你的包容啊，水啊，包容啊，洗净你生命当中一切人对你的指指点点跟污秽啊。你看那个妇人，她中午去提水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打开窗户偷看她说：“哎呀，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她是不是一直活在这样子的别人指指点点跟各式各样不同的这样子的批评当中啊？他问上帝说：“到底在这边？”问耶稣说：“在这里敬拜还是在山上敬拜？”他的疑问是什么？究竟上帝存不存在？为什么我这么多的苦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多苦？我在哪里敬拜才是有效？神才能够真实的让释放我得到自由。后来他遇见耶稣之后，他把他的生命的焦点从别人对他的指指点点，变成别人是耶稣基督。释放他，所以他跑到村庄里面去。所以我喜欢杨奇如牧师说那句话说：过去怕别人知道，现在怕别人不知道。只有经历过福音真实改变的人，他才能够勇敢去面对自己生命的过去软弱跟失败。阿们吗？所以被神改变的人，神用慈善爱所牵引他，他把所有的焦点重新转换到上帝的身上。他把所有的焦点重新转换到上帝的身上去，所以他说：“我不再是我自己呀，因为过去我知道不是我的错。有一个人，他重新接纳我，而且知道我过去曾经犯的错，然后我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一直知道，做一个父亲不容易，因为人的爱有限，上帝的爱无限。”因着天父的爱，我能够现在跟我的父亲也能够有和好的关系。我父亲他越来越靠近上帝，他的生命就越来越改变。他在教会当中煮爱餐给几百个人吃，他开车去接行动不便的会友，他参与在儿童营的服事当中。如今我跟我的父亲关系非常好，因为不是只有我亲近上帝，连我的父亲也亲近上帝。因此，我们的生命一起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爱互相。我愿意为你改变，你愿不愿意为我改变？我愿意为你钉十字架，你愿不愿意来靠近我？我愿意用慈神爱所牵引你，你愿不愿意不要跟我拔河？这是神给我们当中最美好的恩典。所以今天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亲近上帝就能够远离恶事，因为上帝向人显现他的爱高及诸天。什么样的爸爸会让孩子要亲近？就是愿意用爱、用包容、用饶恕，才能够让孩子亲近。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父亲的爱，因为父亲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们有时候会怀疑父亲是不是爱我们。可是我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短片，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个短片很有意思，可能大家都有看过。我们看一下这个短片，我觉得爸爸的爱在这个地方能够展现出来。我们稍微看一下。OK， 我来看一下。那是影片的笑声，不是我声音。This is going again. Going again. John doesn't let his words wait. Or Stella. Stella! 哦，爸爸总是能够在危急的时候去救他的孩子的嘛。Donnie Grimes! 哎，爸爸注意到他孩子跌下去了，有没有？遇到危险了，爸爸先把孩子抱起来。
Good job, Abby.我觉得这很有趣。爸爸好像在睡觉。哎，他就是能够接住了掉下去的宝。 Hi, Ty! Are you swinging on your new swing? Whoa! 哦，有没有发现，爸爸有时候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他不是不在乎哦，他会在乎他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会跌倒嘛，对不对？这就是父亲的爱。有时候我们不太会表达，可是不要怀疑父亲是否爱我们。过去我有个会友，他有3个儿子，他多年前他知道他自己的儿子染上毒品之后，那他无计可施，因为他儿子每次跟他讲说：“爸爸再给我5000块，我这是最后一次，让我消失几天，我回来我绝对戒毒。5000再5000，他觉得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他的孩子没有机会戒毒。后来呢，他就把他的孩子锁在房间当中，任凭他的孩子哭跟叫、大闹、用头撞墙，他不能放他出来。到他的孩子呢，他把他孩子关了3个月，他孩子最后就说：“我出去玩照样吸毒，我心里的瘾没有办法戒，我很痛苦。”就是那个爸爸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他已经无计可施。他知道这孩子最后这样下去就报销，那最后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他突然想起牧师讲，陪伴是最好的服侍。他就进到这个房间当中，把门的反锁，把钥匙从窗户丢出去。这孩子吓死，他觉得爸爸可能要打死他。就这爸爸也是一句不说，就坐在那地方陪伴他。1个月后，他们出来，这孩子做见证说，能够让我戒毒的，并不是大锁，而是爸爸的双手；能够让我戒毒的，并不是把我关起来，而是父亲的拥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陪伴是最好的这样子的服侍。你要让孩子的家庭关系能够拉近，就必须要花时间陪伴。我知道现在最大的婚姻的危机跟家庭危机叫做手机，因为我们都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我都花很多时间在做自己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对方在说什么，对方在想什么。小明跟小花的爸爸都非常的忙，就小明就问他爸爸说：“爸爸，你1个小时赚多少钱？”那爸爸说：“就大概109块。”那怎么啦？结果小明就跟他说：“爸爸，这是我存喝酒的872块，你可以陪我1天吗？”结果他的爸爸就很感动，就把小明抱起来说：“好，爸爸今天请假陪你1天。”小华看了之后也很感动，他回去就问，他也决定要仿照小明，他回去问他爸爸说：“爸爸，你1天赚多少钱？”他爸爸说：“哦10万块，怎么？没有啦，问问而已。”陪伴非常重要。最后我们这个故事做结束。有一个国家发生大地震，那他的父亲因为救援队就去其他地方，非常的忙碌。有个大楼里面被压了100多人，全部的力量都去救那个大楼。就这父亲他跪在这个废墟当中，不断的去用手去挖，他没有任何器材，用手去挖。那记者看见就说：“你怎么了？压了那么久，孩子应该死了吧？”他说：“没有死，就算是死了，我也要把它挖出来。”不断的挖，不断的挖，不断的挖，挖到他双手都是鲜血。最后他晕倒，从废墟上滚下来的时候，救援队发现了他。记者把这个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告诉他说：“因为他孩子在下面，所有救援队连夜不睡觉去开始帮他挖。挖了1天1夜，总要挖开之后，这父亲醒过来说：‘我的孩子。’他说：‘没关系，救援队在帮你救你的孩子。’当他们觉得就失去希望说这个孩子应该死掉的时候，就算想到孩子还有心跳跟呼吸，赶紧去紧急送医院之后，孩子醒过来，第一句话说：‘爸爸，我虽然
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在上面心急如焚，叫我要加油。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跳。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双手，钉痕的双手，就是要把我们从世界的罪恶当中及各式各样的谎言当中挖出来。他付极重的代价，要释放你的自由，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请你靠近他，请你亲近他，请你对他倾心吐意，对他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跟力量。求你再次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加的靠近你，更加的亲近你，让我们都能够重新回到你的身旁。谢谢主，你用你的爱围绕、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身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爱我们的天父。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的危难，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是的主，来吸引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
什么时候得到满足？就是当孩子对他说：“爸爸，我爱你”的时候，父的心得到满足跟快乐，他就不吝惜的把一切的好处赏赐给他的孩子。你想想，如果天父每次造访都带来礼物，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你会极力的去满足神的心意。可是神要的是什么？一个单纯爱他的心，一个单纯爱他的心。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标签在你的身上，各式各样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牧师今天邀请大家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焦点重新放在天父的身上，因为他爱你，他要医治你，他要释放你。从过去的当中得到医治跟释放，从专注在别人的软弱跌倒当中得到释放。你要亲自经历神赏赐的美好，再次把我们的眼光交在上帝的手中，再次把我们的眼光专心定睛在神的手中。我要为你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把所有的孩子们放在你的手中，专注他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谢谢你，你再一次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身边，你让我们再次有这样子享受你同在的美好。虽然我们的人会不美好，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主，你应许要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你要帮助我们走过生命当中的死荫幽谷，你要赏赐美好的祝福在所有孩子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定睛在你，帮助我们走在你所预定的道路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奉献，这时候我们请执事来收奉献。这时候我们请站立。我将所有献给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常与主同行。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恩典的神，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也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这么棒的父亲，主啊，谢谢你在我们一生当中都能够有你的指引，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不愁吃穿。主，谢谢你，我们这时候带着礼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的礼物，也愿你让它成为10倍、100倍的祝福，能够更祝福我们的教会，在事工上能够越来越强壮。主，谢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唱祝福差遣。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保守，愿上帝所赏赐满满的恩典、平安、祝福，以及彼此相爱的心，充满在你们家庭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里结束，请默祷，也请聆听完圣歌队的赞美再离开。